今日美股市場風雲變色啊，關稅升級，企業高管強硬表態，裁員潮來襲，市場震盪越演越烈。到底中美貿易戰係真升級定係政治博弈？Nvidia 突然暴跌，係短暫調整定係暗藏危機？更誇張嘅係，沃爾瑪施壓中國供應商降價，竟然觸發質量危機。而特朗普又再度豁免部分關稅，市場卻冇反彈。華爾街震盪，政策飄忽，投資環境撲朔迷離。今日帶你釐清市場最不穩定嘅關鍵變數。大家好，我係 Piers 皮亞斯，歡迎大家收睇2025年3月7號嘅美股3分鐘。中意呢個內容記得俾 like 同 subscribe。中美貿易戰再升級，企業高管要求刑事懲罰。琴日國會山上，一班美國企業高管開聲，話唔單止要對中國企業罰款，仲要對繞過關稅嘅企業高層判刑，甚至坐監。呢個舉動似乎預示住中美貿易戰有進一步升級嘅可能。一班嚟自鋼管、廚房、櫥櫃同衣架製造業嘅美國企業高層去到國會，要求更嚴格執行貿易法，嚴懲透過第三國避開關稅嘅中國企業。佢哋話呢啲企業利用中國政府嘅補貼，經泰國、越南、阿聯酋等國家轉運貨品，結果搞到美國企業要執笠裁員。美國鋼鐵製造業面臨困境。美國最大獨立鋼管生產商 Zach Oman Industries 副總裁話，公司已經因為呢個問題要關廠炒人，仲少咗投資。而 MMB Metal Products 嘅 CEO 亦都話，佢哋同中國企業鬥咗22年，贏過反傾銷訴訟，但中國企業繼續轉移產地，令法例形同虛設。企業界要求國會通過保護美國工業同勞工免受國際貿易犯罪法案，希望可以遏止呢啲規避關稅行為。自從特朗普重新掀起貿易戰後，佢哋相信今次有機會過到法案。特朗普強硬表態要對等報復嘅。特朗普喺國會演講時又強調，美國長期被各國剝削，依家係時候反擊。對於任何報復性關稅，美國會實施對等關稅或者非關稅措施。官員擔心，如果執法資源不足，中國企業仍然會繼續利用第三國迴避關稅，令政策無效。英偉達 Nvidia 暴跌9%，同新加坡執法行動。講到執法，最近英偉達 Nvidia 股價暴跌9%，主要因為新加坡政府開始執法，查出佢哋係中國嘅晶片轉運站，呢啲晶片好大機會流向中國。新加坡佔英偉達收入18%，但實際留喺當地嘅晶片不足2%。換言之，有16%嘅晶片可能已經入咗中國市場。如果美國進一步加強執法，英偉達呢部分收入就有機會受裝。關稅對美國股市影響幾多啦？如果美國真係加強執法，會唔會影響全球供應鏈？我了解到已有唔少中國廠商因為關稅壓力轉移去東南亞，而如果法例加強執法，呢啲廠商可能都會受到影響。不過回顧特朗普第一任期，美股對關稅戰嘅反應係跌完又升。對於長線投資者嚟講，呢啲短期市場波動可能唔係最值得擔心。沃爾瑪強勢壓價，供應商撐唔住。美國零售巨頭沃爾瑪要求部分中國供應商減價10%，但供應商話利潤已經極低，減2%都已經好難頂。結果有廠商開始轉向越南採購廉價零件，但呢個做法有機會影響產品質量，令美國消費者買到品質較差嘅貨品。美國政府考慮部分關稅豁免。彭博報導，特朗普政府考慮豁免部分農產品關稅，以減少對美國農民嘅影響。美國農業部長亦話，肥料等產品有可能獲得豁免。農業州一向係特朗普支持者，政府亦承諾提供300億美元補貼，協助農民應對貿易戰衝擊。裁員潮來襲，馬斯克政府效率部門影響深遠。最新報告顯示，美國2月裁員人數飆升245%，達到17.2萬人，創2009年以嚟新高。其中，馬斯克嘅政府效率部門裁員6.2萬，零售業裁員3.9萬，科技公司亦裁員1.45萬。但另一方面，2月份美國企業計劃招聘3.5萬人，主要集中喺娛樂休閒、汽車同科技行業。裁員同時有企業增聘，顯示勞動市場未必完全崩潰。非農 NFP 數據將成市場關鍵，美股投資者焦點將放喺星期五公佈嘅非農數據。市場預期2月份新增職位17萬，失業率維持4%。如果薪資增幅低於預期，可能代表勞動市場轉弱，進一步影響美股走勢。多謝你同我一齊 update 完最新嘅投資熱點，記得訂閱同睇埋個鐘仔。星期一見面。